外行人不知道澳門開公司嘅內幕，一坑位咧同你慢慢梳理下啦。網上啲中介咧話幾千蚊幫你全包，一個星期咧可以幫你成立澳門公司。講起上嚟咧乜都可以辦妥，用起上嚟就有幾咁折多。低價背後注意啊，分分鐘係冇售後。你開咗公司係為咗咩啊？係個過程啊，結果係為咗營運，係為咗賺錢噶嘛。如果冇售後會發生咩呢？財政局咧見到冇任何申報，所以營運咧正常財務都要申報啦，要報企業所得稅啦、員工嘅所得稅啦。如果冇咗呢個環節，財政局分分鐘刪咗你嘅 file。仲有好關鍵嘅問題，地址上面合規，可能好多公司成本太低都冇過到。財政局咧有時會定期上嚟檢查，有啲咧上到去公司都冇發覺喺度嘅，銀行都會檢查啦。如果開到銀行戶口，見到公司都冇嘅，點開到銀行戶口俾你啊？我哋頭先講到係要經營啊嘛，公司財政局唔係，銀行唔俾你開經營，所以作為精明嘅老闆，你咧開公司咧未必一味睇住最平嗰間嚟做，你要知佢提供嘅價錢背後有冇報稅合規、地址、開銀行戶口一系列嘅服務。做生意咧，你一味就係揾最平嗰間咧，分分鐘成本係最高嘅。